性别平等的议题是愈来愈受到重视，不过，伫真侪国家，男女原也是无平等。彰化县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即阵就办展览，佮邀请新住民分享经验，要互大众了解因的生命故事。展览现场一篇一篇写的拢是新住民的故事。来自越南的阿玲，原本爸爸期待伊是查甫囝，为着袂互爸爸失望，阿玲就爱特别拍拼来证明家己。我无想要我爸爸失望，所以讲我一直在拍拼，要读册，也是做工课，当要做一个乖囝安尼啦。我即马家己感觉讲，只要讲你若有迄个心，你会请用你的父母，请用你的囡仔，安尼就有法度，安尼就会使。另外，来自印尼的严美是当年少数读到大学的女性，但是不管册读偌悬，厝内人也是望伊嫁好翁，才算是圆满。读到大学时阵，应该结婚啊嘛。阮印尼就十外个岁，17、18岁才结婚啊。阮爸讲你时间到，你才袂去结婚。我讲我阁想做一项爱做的，尾来我就去上班，做主管。我迄时阵做经理啊。阮爸讲你嘛已经20几岁啊，做甲经理啊，你才袂去结婚。互因家己来写这故事的时阵，因家己佫较有发现讲，因有一寡思考，还是有一寡已经是根深蒂固的这刻板印象，会使互因佫较发现这点。然后因伫咧教育的时阵，甲因会袂互家己遐尼侪限制。彰化县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表示，伫服务的时阵，发现新住民因为男女无平等影响成就，甚至对后一代的教育嘛有影响。希望透过展览，互大家交换经验，同齐来注重性别议题，创造性别平等的环境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